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Strategy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 MasterPicks 獨創嘅策略指標系列之雙頻資金流指標。你可以喺左側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揾到之指標，並點擊右側嘅問號按鈕，即可查看策略介紹同埋用法。呢套指標把市場拆成兩條線，一條係主力資金嘅暗線，一條係散戶資金嘅明線。綠色 B 代表主力悄悄吸貨，紅色 S 代表主力正係派發。兩條線一拉開距離，就話俾你聽邊個在控盤；一交叉就話俾你啲趨勢要變天，真正俾你跟住主力資金一齊賺錢。信號識別超簡單，綠色 B 主力線強勢橋頭，遠離散戶線立即上車。紅色 S 主力線掉頭向下，開始靠近或者下穿散戶線，果斷減倉或者清倉。兩線距離持續擴大，量能配合，趨勢最強，加倉冇腦。風險控制一句話搞定。綠 B 出現之後，1到2日內50%倉位進場，回調站穩，再加到80%，跌破兩線交叉點5%，直接止損。紅 S 一量3日內分批走人，絕不拖拉。呢一次我哋以港股1313華潤建材科技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打開雙頻資金流指標之後，可以睇到紫黃雙線，可以清晰咁睇清楚主力同散戶資金之間嘅變化。且2025年以嚟，曾經多次出現買入賣出信號，且都係短線獲利即走。雖然每次收益唔多，但勝在次數多，勝率高，積少成多，亦都可以收穫頗豐。短線操作睇呢一個指標，跟住主力資金走便可以食得最肥，跑得乾淨。此外，雙頻資金流指標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Strategy Scanning，選擇雙頻資金流指標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近25日出現過此策略指標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，你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來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Strategy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Strategy 介紹，敬請關注。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